全国施行三级警戒到今已经2个月啊，伫英国到一时啊，人炒的新德关内湾老街，因为疫情关系，即卖生存也受到考验。目前已经有20多间的店家，因为这个租金的压力，无法度继续做落去，只好来退租。也有这个摆摊的店家讲，你也无纾困金，即卖连食饭拢有困难。看过去，规排店头有营业的无几间，这是新德内湾老街目前的状况。自5月进入3级警戒了后，即搭强要看无观光客，真侪打商付不出租金，选择离开。这没有人怎么生意会好呢？你可以看得到啊，嘎。我们每个月还要缴房租费呢。是不是有很多店家都已经休息了？都已经收起来了，你看这些全部都搬光光。相关理事长讲，这边做生意的大部分拢算是路边摊，因为无发票嘛无营业证的关系，所以嘛无法度申请纾困。我们申请什么都没有，都申请不出来。我们内湾呢，目前大概有300多个店家。好，但是其实说真的，有统编店家大概只有1/10，大概30家左右。目前确定就是有统编店家，我们有登记过，目前只有拿到4家。台湾多数的打商拢是因为疫情关系，自主暂停营业。即马敢若会当寄望疫情豆豆啊转好，恢复英国人潮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